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提宝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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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提宝藏。好，小朋友，真熬，拄则讲啥？提宝藏，提宝藏。安尼即摆就请石门神紧来开门哦，石门神紧开门哦。哈哈哈哈！队长，今仔日你带来小朋友真古锥哦，唔知影这几位小朋友，恁是为倒位来的？汤。哦，那呢？石门神要来问恁，恁来神殿是要做什么？提宝藏。想要来提宝藏，就要靠恁的智慧。我请问小朋友，平常时恁敢有去什么公共场所？图书馆、干妈店、菜市啊。哦，真侪所在哦。我会还有去学校上课读册，去电影院甲公园。公园。我有看过电视，有去教堂。看电视，甲去斗教堂，真够水。哦，去教堂。好，即马提出恁的精神，也够有气力，大声讲出恁的队名。我是大红喇叭队出发。欢迎光临。小朋友，就是这啦！我甲你讲哦，这有一个智慧之神，来到这个所在，咱就来这参观。那把那对破下吹了！欢迎来到我的公共场所。哦，我伫我家己的所在讲话拢声哨拢足大声的，你有叫我惊到无？啊，无代志咯。啊，是安那叫大园那巴拉队啊？哦，因为阮住伫桃园啊，巴拉队是恁爱食巴拉？无，因为阮住伫高林里，啊，伊的旧地名是巴拉那。旧地名哦，旧地名叫做巴拉区哦。巴拉区，就是做些巴拉那。伊咱头前有讲到公共场所嘛，有一寡公共场所袂使讲话伤大声，啊有足侪物件要注意的。今仔日就是要来甲恁考，甲公共场所有关系，有信心无？好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引来甲。台语上练档，连下顶的两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作答的人爱选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搬落来进前，看绕着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！咱有当时啊去公共场所，人足侪时阵有一个规矩就足重要的，就是排队。好，我来甲大问看卖啊子，刘真，啊你敢捌去公共场所捌排队的经验？有啊像爱排啥？来食的物件。哦，买物件爱排嘛。其实大家拢有排队的经验，而且我甲大家分享一下哦，伫日本哦，你若是插队，迄犯法哦，你会去用掠去关，啊无就是你爱罚钱，罚2500块新台币。所以插队是绝对袂用发生的，大家知无？好，接下来就是恁的考验哦，第一关，好好加油，拼来甲！有问题可能爱游较紧的哦。游较紧啊！游较紧的。好，较紧的，嘿，你话游来放了，游来放了，好来，好，放好伊看，好，唔通遐莫讲游啊。伊是一个公共场所。公共场所。再来在咧。所
拜拜所在，拜拜所在，啊，还有无？爱提香无？爱提香吗？意思。爱提香。爱提香，爱。好，来开始第二个 Q 落，Q 落咧放个线爱伫安尼，搓。动作较紧的哦。你朋友要无力啦。嘿，你若搁头来就无力啦，好来来，这个所在。伊嘛是一个公共场所，嘿，这是公共场所。伊会当看影片。会当看影片。哦，真厉害，真厉害。好来，继续 Q 落。我们加油哦！好，有啊，来。伊嘛是一个公共场所。这个安免讲啦，啊，搁来。迄内底有啥？内底有啥？来，比如啥？虽然袂使讲出来，但是伊有安怎？伊有足侪纸的，伊拢是安怎？有足侪纸啊！一本的。嘿，伊是一本的哦，嘿。哦，好，加油！紧来爬较紧来爬咱有稳哦，即马愈扭愈刷手啊，加油！伊嘛是一个公共场所。这我一开场拢有讲过啊。你会当买物件。哦，买真侪物件。足侪食的，足侪用的，足侪吃的，足侪用的，是现代。现代啊！对。现代。是大间的，是细间的？大间的。哎呦！来哦，加油！来上尾啊一关，咱就看卖有稳下。小慧啊，登卡，加油，再出一个春哦。流金啊，来好好形容一下。伊嘛是一个公共场所，对暗时的时阵去的。暗时的时阵去哦，煞全部拢讲出来啊！这里哦。虽然一开始因淡薄必须啊，毋过一个表现出来，一记的赞，真厉害吼！头先这个宫庙，你看到的时阵是安怎形容啊？公共场所。对，伊嘛讲到重点嘛，公共场所。啊，还有啥？你有讲到是毋是拜拜？对。爱拜拜是，啊，你敢这敢爱拜？其他爱拜无？拢爱拜。是毋拢爱拜？教堂刷拜拜。爱礼拜。爱礼拜啊！系啊，只是咱的拜法无啥共。啊，毋过你有问到一个重点，你问啥？会使提香无？提香哦，呼声吹落。关键，敢若咱需要提香嘛，对毋对？安尼这关就过关啊。好，头先这个电影陈阿姨，啊，恁第一个讲出来是啥？公共场所。对，这够注意啦。啊，还有啥？会当看影片。会当看影片，啊，毋过恁讲到一个字影，所以咱的这恋爱的速度就变较紧啦。哦，啊，这关我就感觉真困难。主青伊足艰苦，你知无？因为这全部拢册啦。啊，你头先是安怎形容？除了第一个以外，你有讲到啥物纸？足侪纸。就在做。啊，你感觉佫有啥物上大的差别？会使买册。会使买。哦，会使买。对咧，你若是讲会使买啊，佫通买册啊，买文具啊，你看这展览可能通加减买着册，但是文具就无啊。哦，对。通买文具的所在。对。咱来看卖后一个题目，大卖场。你有足困扰的，后壁是毋目小可拢伫卖物件？你有问安怎？你问啥？是古早。新的也是古早的，这就先甲伊去掉啊嘛，对毋对？嘿。好，大细间，这就出来。啊，毋过你讲到大，就搁变紧啦，就差你迄只。好，拢总叫到5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真厉害哦！马上来进行后一关，准备接招，现在个。爱讲才会赢，三个人会一直耍位，轮到想就爱来回答。第一阵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济就金箍箍通摕。第二阵话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会当摕到金箍箍，准备接招啦！好，公共场所，恁敢有定去？恁拢去倒位的公共场所？百货公司。百货公司。啊，若去百货公司，拢去买啥较济？买衫。买衫。哦，买衫哦，啊，买衫的。大卖场。大卖场，哎呦，恁会记的哦。我要问的问题，甲这拢真有关系哦。好，不要紧，咱来看卖第一个题目是啥？百货公司买的物件。
我先讲好哦，百货公司有卖食的嘛，迄食的无算哦。啊，你爱超市嘛无算哦，是爱有实体的物件，你会当买转去厝的。好，准备接招，现来噶！手表，破咧，水，破链，酸椒，手指，手指，我甲你讲，你只要讲袂出来，我只要就想要甲你整了。你百货公司物件都济，批大，批大，批大，灯口，对，灯棍，这个对顶哦，真正是底棍，真熬真熬，因会使安尼你放西衫，啊，放洗衫，牛仔裤，我这里内裤带，你个带，来家，大家专业电视，电视，衣啊，哎衣我啊，好，手啊，翕相机，翕相机，相机，好耍。哦，我够遮济呢，你当嘛够足济。我跟你讲，通常吼，队长拢是替迄落咱队员斗相共的嘿，拄即堆颠倒饼，嘿嘿，拢是你靠队员，我，因为队员讲衣啊，你就讲刀啊，啊伊讲衫你就讲裤。我配合较真好啊，哦，配合真好，对。咱搁看卖搁有啥吼？哦，洗衫机啊，遐电器其实拢有啦，电脑、手机啊、文具、糖仔饼、耳膏、目镜，哦足济，迄讲袂煞。你有想到？阮无想到的无？目镜，啊，目镜啊，哎，哇，恭喜恁得到18题，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啦。后一关就是靠我，好，我一关一定要甲摕落来。来，王伟，王威，准备好啊未？准备好啊！好啊，好来啊，刷落来题目真简单，就是公园才会出现的物件。公园。才会出现的物件。啊，毋过我甲你讲哦，公园原本就有哦，你袂用讲我伫厝内炸起的哦，面罩皮、枕头、公园的物件真少诶。裤。公园收者哦，你准备好未？我还袂啊。去，咱做伙讲现来个，咱看头前，现来个。千秋，陈秋哦，衣啊，树啊，刀啊，草啊，草啊，水池，水池哇，水池，哦，楚溜龙，乌龙，哇，那这强啊，智慧之神哦，花，花，好，搁你啊，当胸，当胸哦，当胸，有哦，石头，就头歹使。今年我你啊，收一个公园才有的啊，物鱼池件。仔内面拢会有饲金鲤，金鲤，地，哦棍色烫，哦，分手糖，今年哦，我你啊，告示牌，恭喜，草啊，草我讲过啊，超够有无？够你够时间够2秒，刷啊，刷胶啊，啊无，公歹势吼，有鸟啊，按公鸟会伫遐飞来飞去啊毋。是啊，头先有讲过，你家己设定的题目哦，你就讲袂使炸去的嘛，啊，鸟仔嘛是飞去的啊，啊无我话讲迄个恐龙可能会来嘛，对无？啊，狮仔嘛会走过来，
哎，你安尼讲嘛有道嘛是有道理啊。啊，毋过拢表现了真好啊，拢差一丝丝啊尔。够啥？够啥？啊，糖啊。变数，啊，变数会使啊，伊讲有变数啊。情啊，伊讲青青啊，情啊，榕树，哦，青啊，哦，榕树啊，不要紧，你嘛表现了真好啊，咱即摆来看卖啊者，吼。来，头先恁第一关得到半金箍箍，但是这关扣我手落来，所以恁拢总得到半金箍箍，嘛是真厉害啊！哦，接下来就是上尾关卡，准备接招拼来噶。选你无毋对，这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谢谢甲红琪琪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就要判断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，恁就会失去两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。要来甲大家借问一下吼，恁若去公共场所，敢有看到一寡告示牌？一寡牌啊，顶头有写禁止你安怎，哦，袂用安怎？敢有看过？有哦。因为其实公共场所就是爱大家做伙维护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即马我就带大家来去公共场所，捌规矩，是说学台语，来准备看落去，现来噶。若讲到公共场所，公园就是我常常去的一个所在哦。伫遮大家拢足轻松的，毋过放轻松的时阵，嘛要会记去遵守公共场所的规矩哦。像讲糞扫袂当乌白蛋，要佚佗的时阵嘛爱注意安全，千万毋通干那过爽，颠倒去伤着。台语有一句话咧提醒人对危险爱注意，请问恁敢知影是倒一句话咧？对危险爱注意，咱来问看觅到底有啥爱注意的？红琪琪白谢谢。白谢谢讲来互你听，互你金银财宝翻厝听。哦，当然就是狗吠火车，这个狗啊，足介意佚佗的，拢哦去约这个火车，哦，一直甲伊吠，一直甲伊吠，啊，毋过拢袂去甲你足危险的，所以呢，就是狗吠火车，你知影无？会敢有可能哦，因为安尼听起来真危险。安尼来问看觅红琪琪的讲法。我是红琪琪，唔通甲我放袂记。我甲恁讲啦，有一句话哦，叫做目睭看到鬼，啊脚踏到火，所以呢，就是咧形容讲吼，这个人吼，唔好干那看到面前好康的，煞无去顾虑到吼边仔有安全无，安尼知无？哦，这嘛真有道理呢。目睭看到鬼哦。因为你看迄个吹，你吹的鬼啊下骹拢是火，啊你愈看愈啊，可能火你下骹就无注意到，就危险的。朱青，你刚刚倒一个？讨论看卖。朱青，嘿，红琪，红琪琪哦，为啥物是红琪琪的答案是对的？因为嘿，有讲到安全。伊有讲到安全哦。刘真，你有感觉无？应该是红琪琪吧。应该是红琪琪哦。对啊，我够巧。阿文，你感觉咧？红琪琪。那是红琪琪，所以你选择的答案是红琪琪。好，干嘛呢？所以你选择的答案是红琪琪。好，干嘛呢？对啦，咱红琪琪讲的哦，就是真正甲危险有关的。啊，另外一句，伊讲狗吠火车，这句就是你讲吼。你看狗一直吠火车，搁较拉吠，火车敢会插你？对，袂插。袂插你嘛，所以就是讲你搁较拉做，嘛是无效果，嘛是无效的啦。了戆工嘿啦，了戆工啦。好，第一题恭喜恁对啊！咱来看后一个题目。图书馆嘛是咱生活中常常出入的公共场所。为着互大家会当好好啊看册，会互人交了，所以才嘛有一寡相关的规定爱遵守哦。若是无遵守，是唔通的哦。咱册看了一定爱会记起放转去原来的位。搁有我伫咧图书馆看册的时阵，上惊拄着大脑空啦。恁敢知影大脑空是啥物意思咧？
大哪后诶，大的空哪后空足大的，什么意思？来，请问红记记甲白谢谢。这哦就是咧形容一个人，一直哦扛卡扫，一直扫，扫到热闹哦，拢扛，安尼你知影意思吗？敢是？唔是啦，我甲你讲，大脑空吼，就是咧讲吼，形容讲伊的脑后吼足大的，啊讲话时阵吼足大声，就是形容这个人吼，你伫倒位？讲话这大声啦！哦，声哨足大声，声音足大声，就是大脑空。好，来，恁感觉谁讲的较有道理？红记，啊，毋是哪后空，嘿，因为扫甲真正扫甲袂拢空去。无爽快呢，你感觉无道理吗？无道无道理。所以你感觉大脑空就是脑到足大，声音足大声大声的。哦哟，唔免讨论啊这敢若真有信心哦。好，恁的答案是？红记记，干嘛呢？赞！对啦，啊大脑空的意思就是你的声哨足大声。对。我甲你讲，因为我住喺庄卡所在，我住喺海边啊，所以吼，阮庄卡人讲话拢大脑壳，定定叫人讲啊，所以迄题目一出来，是你叫我吗？亲像我叫做大脑壳同款。好，来即摆来看卖，恁钓到2题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，恭喜！摕到2个半的金箍箍，表示讲你有2届摕到宝藏的机会，敢会对咧？现来个。我感觉吼，恁应该是真有机会啦。恁感觉倒一个动物有可能出现到这个宝物？恁想要选倒一个动物啦？长尾山牛，恁是来进前就看节目啊？是？就是决定就是长尾山牛啊？是安啦？感觉是，就感觉是，应该是，应该是，就是。好，咱即摆就手甲放伫金条顶管，啊，先莫试落哦。确定是长尾山牛，快点！请试落。哎呀，无伫遐内面，康，空呢？哎呀，安尼转去是要甲动物交代啊？还有一个机会，要倒一个，小讨论者，不要紧，就讨论出来。你想要要选倒一个，哪里就好，还是文辉咯？阮想要选倒一个？你会使对一寡恁毋捌看过的小歌去想看卖啊？好，嘿，想要选好啊？确定要哪里？嘿，确定要选的是？哪里？请试落。哦！恭喜啊！请白谢谢红记记颁奖。恭喜恁得到古水的豆片粥。哇！这真古水嘞，你看者，你这顶管的豆是啥物豆啊？狗，哦，狗。足侪狗仔的咧。这古水的嘞！是毋足古水的？足古水的哦！今仔日安尼大家参与落来，感觉有好耍无？有啊！今仔日大家拢是非常了不起。欢喜二在一。